这条歌有听过啦吼，这条歌咱就常常的做一个快乐的人，娱乐主吼，好啊，常常的来敬拜主，尽心尽力。啊？啦？这是赞美之前的歌。哎，这，嘿，咱这内底是包括信息拢有哦，吼，这是蛮齐全的一本诗歌本哦。好，来，咱这回来唱383首哈。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在心内主，赞美主，我要开心赞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愿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来个本地头，你要一起来。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咱伫第4段吼，第3段来连接，第3段后壁段吼，天天发发嗦发发发，天哆来咪发，天天敬拜主，哆哆来咪发发咪来哆，好，我要开心地赞美主，再一次来。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我们再从头一起来。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日日敬拜主，喜乐意洋洋，不断地歌唱。用力地拍掌，天天敬拜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赞美主，我要开心地赞美主，敬拜主，我要尽心地敬拜主，多谢主。我要开口多谢主，多谢我主，多谢我主，给我一个快乐心。嘿，多谢我主，多谢我主，我是个快乐人。好，做一个快乐的人吼，亲像这条歌所讲的，
要做快乐事啊，哈。所以事情哈，咱若咧做工、做生活的工，哈，拢爱做一个快乐的人，哈。啊，日日敬拜主，啊，你的心就欢喜，哈。啊，不断唱歌，啊，就爱出力来拍婆啊。所以吼，逐项代志拢有咱会当学习的事，吼，就是用做一个快乐的人，讹了上帝的人，吼。咱来看435，深深爱耶稣，深深爱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是节目。好像不是这样唱哦，记错歌曲了。来，子安，你还记得这首怎么唱吗？牧师突然间宕机，硬碟宕机，你要想想。435。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哦，对，记起来了。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是切慕你深深敬爱。好像不对呢。好 ，sorry， 牧师真的跟我记得是另外那一首歌，他是这样唱，糟糕，真的人不要太忙，太忙了，很多事情就会突然间荡掉。来，我们来往前看一些，来，我们来看那个第431首好了，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有很多苦难，生活、家庭、工作，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局势跟政治国家，有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的信徒，包含我们自己，带来不安。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我们能够唱这首诗歌，让主耶稣来作为我们生命的避风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再一次，我们一起从头。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咱这位来祈祷，主必听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摆三甲主节，要做伙通过你的话语来认捌伫阮生命中为智慧甲快乐。求上帝你若赏赐互阮，会当有启示的灵，看见上帝你的话语，所要带互阮生命的意义以外，搁较要紧是即个生命意义要安怎成做阮生命的行为的动力。主，阮知若听道无行道。
阮的生命无法度通显明迄个真信领受福音的生命。求上帝你赐互阮诚做主上帝你所欢喜的囝儿，也求上帝你诚做阮生命的帮助甲瓦靠。因此，阮下面的时间，阮每一个人所领受的，通得到智慧的心，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咱做伙来看马太福音书第26章。哦，你不是在那个吗？休息一下。你搞我地给开你吗？来，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57节哈，57节。好，咱这回来看57章哈，26章57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末后有2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吗？”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僭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僭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好，我们先看到这边。好，来，我们先看到这边。好，我们先一起回来看57节。好，你们要找，一起来看圣经啊？要不要？你们要找嘉伟吗？嘉伟在里面。好，进去啊！你们要找他，要念书啊，不然你就拿圣经来，坐下来，拿椅子来。你来那个永祥，对，再拿一个椅子啊！你们去坐在牧师对面，这样牧师可以看到你啊！你们坐在淑慧婆婆旁边，永祥你跟拿过去，椅子拿过去，拿一张，对，然后拿一本圣经，然后承恩你帮永祥翻啊！淑慧长老你帮云姐，来你去坐啦，对。云姐，你坐淑慧婆婆旁边，永祥坐这边。你们吃饭了吗？吃饭了。啊，那个念慈。我在吃饭，他有点叫。好，啊，念慈没有来，念慈。他去高雄忠孝街。好。哦。来翻开，我们翻开，来帮他翻一下。那个承恩帮他翻一下。没关系。帮他翻一下，你要帮他翻。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在陪伴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刚接触圣经的人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就是帮他翻，不是说啊我们就看他怎么翻
然后没有帮他，其实这样就比较不 OK 哈。来，好，我们一起来看哦，都翻到了哈，嘿啊，然后陪着他看。你在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看的时候，也稍微看一下他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看的位置哈。来，拿耶稣的人哈，我们今天看的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耶稣在被捕被抓，对不对？好，然后在被抓当中呢，他甚至他的旁边的跟随他的人是彼得，有没有拿刀子怎么样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掉一个嘛？然后牧师有讲到说，这个有点是在谈到这个人的冲动，遇到我们自己的领导者突然间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是情绪的管理上，画自己上进去里面拿纸，自己想办法。来，等一下，妈妈回来了，上楼。对，来，哇，泽恩辛苦啦，来帮忙啊！我帮你拿进去，来，走开，接过。好，赶快上去。好，上去。哥你员工平安无？好，抱歉哈，回到这里。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这个耶稣他被这些犹太教的领袖气绝了嘛，对不对？然后甚至被抓了，然后现在他是在做审判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审判哦，也就是说逾越节的羔羊他怎么被审判？我们知道逾越节他们要献祭是献什么？爱献什么？献羊，而且是头生，不是偷生的，是头牛啊，应该叫头牛啊，头牛啊，头一胎啦，头一胎是最好的奉献。那我们现在看的你看把他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哪里？大祭司，请问什么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献祭的人啊，他代表着信徒，代表着去到圣殿敬拜上帝的人，他是献祭的大祭司哦。所以呢，这个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就像那个什么羔羊？有没有听过？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羊羔啊？是不是？羊羔有无？咱有听过这个羔羊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有意思哦。有人把耶稣拿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到那里聚会了。彼得，注意，彼得是耶稣的谁？得意门生啊。但是彼得他做什么事情？他远远的在看，跟着耶稣啦。有些人会说这个彼得还蛮有情感的，可是我觉得彼得说真的啦，这个时候的耶稣我有讲过耶稣他是经历过在他人生当中在他传教过程当中经历最痛苦的阶段。为什么？跟随他的门徒不认他，对吧？没被认伊啊，对吧？所以你看远远的跟着耶稣彼得伊那是也懵懂我的老师还用出来，死嘛要甲整你想要把我的老师抓去，伊是到底犯什么罪啊？犯了什么错啊？可是彼得就是远远的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好，这里我们看到了，其实弃主而逃，离弃这个主人然后逃走的那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耶稣跟他的门徒是一个非常大的对比。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再看这段耶稣受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思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一种远远观望的基督徒？所以你再把它看下去好，第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怎样得不着实据啊。好，来，咱这回来看一段圣经在希伯来书9章14节。希伯来书9章14节。
9章14节，嘿，没关系，慢慢来。14节。哎，慈安牧师好像没有拿我的电脑哦，没有用我的电脑哦。拍谁？好，翻到了哈，我来念哈。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所以这里提到基督，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是能洁净你们？我们再翻回来看，耶稣他是圣洁的。我们在讲耶稣是圣洁的意思是什么？他真的找不到问题啊！好，所以呢，就算抓耶稣的人哈，到祭司的面前要控告他，说你怎样哈，也怎么样，找不到证据啊。所以我觉得耶稣他非常坦然，非常坦荡荡，好，值得我们学习哈的一个态度。好，注意哦，后面他写什么？末后有2个人前来说什么？这个人曾经说，注意看哦，这句话哦，总算有人来控告耶稣了。好，有人终于来控告耶稣了，说什么？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在什么时候说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什么情况下耶稣说的？2章19节，您的标题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主题？耶稣与地是啊？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在讲啥吗？啊？什么？圣殿的物件？无。嘿，对，有人伫圣殿在卖物件啦。好，约翰福音2章，咱今麦看19节这一段是在讲重点，讲什么重点？讲耶稣他在控告，他在斥责，不是控告，他在斥责这一些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他们在干嘛？啊？哎，云姐，你们现在看的这一段圣经节哦，永祥，现在这一段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这一段故事在讲什么？因为有一群人，他们在圣殿的，就是外邦人，他们会进到殿里面，他们会有一个地方让外邦人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那但是呢，在那个地方，他们却在那边卖东西。所以耶稣他进到那边以后，他就非常的生气，就把他斥责，然后把那些他们卖东西的都把他推掉。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在那边卖东西不行？因为他们在那边剥削穷人家，还了解吧？为了自己的私利，卖东西。所以曾经牧师出去义卖，也曾经有信徒就很生气就在教会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就在外面他就骂他们的牧师牧师啊，你都不知道吗？教会不可以卖物件吗？啊？伊咧学呀，但是我感觉伊的重点伊无了解，因为啥呢？咱咧义卖，在教会义卖是为了做什么？要做教会的用途。可是有人他在教会卖东西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约翰福音第2章第19节的地方，耶稣他斥责这一些人在圣殿里面卖东西，所以他非常生气的说：“你们拆毁了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什么？他要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意义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啊，还了解吧？好，所以耶稣复活的生命是什么生命？我问各位，
难道不就是要救我们的生命吗？了解我的意思吗？耶稣要救我们的生命，是要人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恁家安尼做的行为吼，拢无盖好呢。恁的生命拢无学到迄个叫做重生的生命啊！好，你们来教会、来圣殿敬拜神、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你们的生命是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耶稣他说，他3日要再建造起来的意思，他已经在做影射哦。好，复活，你们要讲究的是生命复活啦。所以牧师要问各位哦，我们在教会敬拜上帝，你有没有让人感受到来教会是有重生的生命，还是你是让人跌倒的生命？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牧师为什么会常鼓励各位，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小组，任何大大小小的聚会，绝非是为了要单纯满足弟兄姐妹的喜好，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以去感触他有没有喜不喜欢这一次的聚会，有没有感受到生命得救的感受，很了解哈。好，那我们再翻回来。所以呢，有人就来斥责这件事情了。来，我们来看这句话：有2个人前来，来控告耶稣，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我能拆毁上帝的殿，3日内又要建造起来。他们觉得耶稣太骄傲了，对不对？借着圣殿来夸口啊，对不对？对吗？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在夸靠，但是耶稣在当时候的中心点在讲什么？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人生命的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地方。说有2个人前来控告耶稣，说啊，这个耶稣他就是讲了什么啦？有没有？因为第59节，我们再回到59节，祭司长和公会他们必须要确定有2个人哦，见证人哦，要2个控告这个的见证人，他们才可以定他罪哦。那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59节后半段他不是说总得不着实录吗？有没有？可是，在那是应该60节了哈。61节就有2个人就说什么哦，我来讲，这个耶稣他曾经在那个圣殿里面讲了这句话，太夸口了，亵渎圣殿，亵渎圣殿。来，我们继续看下去。62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耶稣啊，来，你作何感想？人家控告你说你说这个大话来，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控告你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来，耶稣你说看看。我从你的口中看你讲看看，耶稣做了什么动作？没有讲话了。注意哦，有人控告他，有人控告我们了。来，我要问各位，如果有人控告你，可是你没有做，你可以做什么事？学习耶稣了。了解吧？点，好，不用发言，你不用刻意去发言，不实指控，不用刻意发言。好，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7节。53章第7节。53章第7节。对。学生也可以试看看，虽然你们不曾翻过圣经但是你们可以试着翻看看，把它当作字典来，53章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怎么样？来，我们再等一下，53章第7节圣经就是先找章，看它是属于哪一卷书，以赛亚书什么书什么书确定了以后就看章，然后之后就看节第7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啊，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问各位，以赛亚书是比耶稣还要早
写的书还是比较晚，比较早，对不对？可是圣经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已经写到了什么？写到了耶稣做羔羊的羊羔的什么经历？你要找什么？卫生纸哈，那个子安。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见，其实现在耶稣他在这些大祭司人的面前受控告，都已经隐隐约约的怎么样印证了以赛亚书之前所那个预言的话。好，所以我们再翻回来看，我们翻回来看第63节后半段。好，63节开始啊。我们刚看62节哈，来63节，我们一起来念哈。来，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不是？就这样，这样懂了吗？然后耶稣说，对他们说什么？64节说：“啊，你恭喜的喜啊！”来，两种对比，一种是控告。刚刚有人讲你是不是在圣殿里面想那个亵渎的话、夸口的话，讲那种很亵渎神的话？来后半段他说：“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啊？”说没有话，都点点。接下来大祭司就问他说：“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你就抓，你敢是上帝的囝？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什么？对，你说的是，这是你讲的哦。我也这么认同，这样懂了吗？耶稣他非常有智慧，当他遇到困难、遇到抨击的时候，甚至遇到毁谤的时候，他做的态度跟智慧是什么？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耶稣他说什么？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公量伊拢感觉讲不可思议。这个愈讲愈普啊！大祭司第65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潜望的话，什么叫潜望？这个亵渎上帝的话。你想看没有？后来你们要看见我坐在那全能者上帝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永祥，你听到耶稣讲这个，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不会不错哦。我都架在上面。你都架在上面，希望啊，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在天上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国那边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寻求那个生命美好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永祥好好认真去看圣经，很有趣哦，它会带给你很多生命的智慧。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个大祭司说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潜望的话这个太亵渎神了。我们不用再见证人了啦。现在你们都听见了来，你们的意见如何？你看我刚刚有讲过一开始我有讲大祭司跟这些文士也好，这些人群众也好，他们是不是犹太教的？他们都是犹太教。什么是犹太教？犹太教就是他们都信上帝他们都信上帝，可是他们却对这一个自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他们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开始攻击耶稣。来，最先定死主耶稣基督罪的，请问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不要说基督徒，是信上帝的还是不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各位同工们，在教会里面，信徒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都在定罪。我们做的工，我们也在定罪。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不愿意生命做调整跟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最先定主死罪的不是外邦的政权
是犹太教哦，是上帝的子民哦。信徒若没有上帝的启示啊，我觉得啊，即便他是很热心的侍奉上帝，也有可能做出最害主的事情哦。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哈，牧师真的鼓励各位，牧师希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同工都很重要，我们看重他，但是我们要教导他们学习顺服上帝。什么是顺服上帝？是做工吗？请问，来，免看圣经啊，想我爱恁思考，哈，是做工吗？不是拢有哦。我要讲的是一个，咱来知影，咱即摆是咧对焦哦。他拄啊，这两个人咧控告耶稣是什么？他们是不对焦哦，他们是为了定耶稣罪哦。可是这两个人，他们有可能是信上帝的人哦。了解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意思吗？没有对焦的服事，就是定罪的生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有一点就是，为反对而反。没错，为了反对而反对，有些时候是个人生命的状态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不是事工的问题，不是做工人不够的问题，也不是人太多的问题，是人有没有对焦在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们就回答，他是该死的。哦，有当时吼，咱伫教会内底嘛是安尼呢，你做不尊重人的啦，该死啊！我严重吧？哦，该死。没有该死啦，我没有到该死啦，但是我们会拒绝这样的人啊，没有到该死啊，但是我们会拒绝这样的人啊，懂我意思吗？他们不尊重我。我觉得啊，牧师过去曾经叛逆过，我真的可以懂得，那个人在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会很需要得着什么。永祥，你来教会，你最希望得到什么？你最希望得到什么？你用认真讲哦，你要好好讲哦。厕所。汽水。为什么？因为汽水好喝啊。谢谢。注意哦，他讲的汽水，牧师亲身经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聊了很多，真的他是说汽水。那我会说什么？我会说他说的那句话：汽水好喝。我们要想哈，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工，我们给他的东西哈，有没有让他感觉好喝啊？懂我意思吗？就好像我们礼拜天哈，我们不是长执会开会讨论吗？教会诗歌，如果对老人家，如果我们都用年轻人的诗歌，他可能没办法接受嘛，因为他没办法觉得好喝嘛。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敬拜团我们会让年轻人在带领的诗歌，希望他能够怎么样，也稍微符合有一些圣诗，大家老人家可能会比较喜欢。这就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感受嘛。所以，假如我们教会现在是不是礼拜二，我们开始有年轻人的聚会，对不对？牧师也非常希望，云杰、永祥，你们可以一起加入跟子安哥。我不是年轻人。哦，你不是哦，那不然你是？我80几岁了。你爸10几岁了？ 80几岁。你80几岁了？好了，你喜欢直接攻。好 ，OK， 好了。原则上，我跟你讲，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样子，对不对？那你有年轻人的什么风趣？好，所以牧师会鼓励你们，你们可以怎么样？你们来到教会，如果你们觉得教会可能活动或者内容提不起劲，那牧师非常希望你们来带给我们更多年轻人的热情，懂我意思吗？不要让自己的上帝给你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热情用错了地方。你把你的热情放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它会带来祝福哦。你可能以前不会想到你的生命是可以祝福人，但是牧师要讲一个福音给你们听，就是希望你们的生命是可以带来祝福，好不好 ？OK， 来，我们再回到这边哈，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再次来看希伯来书哈。13章。13章12节。来12节哈，所以耶稣要用来翻到了吗？来翻到了永祥云姐给牧师一个回应，是真的哦。好，请你，我现在要请有2节，对不对？好，有2节，请你念。你冷静一点，对啊，先不用。冷静一点。云姐，请你念12节，你念13节。好，你念13节。我很冷静，我非常冷静。来，云姐，你念12节，大声的哦，要念到牧师这边听清楚哦。来，还没翻到哈，对，13章12节，云姐你来念哈，来。没有吗？13章第12节。13章12节。来，大声念出来，不要怕。念啊，念看看，就把它当作就像国语课本。好，来，你都已经说你先了，来，快来吧，永祥。来，永祥，你念12节。不可同吃的。不对，12节，对。赎罪祭。不是。要用自己的血，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13节来继续，你念得很好，真的，来继续，13节来继续，这样，我们也当出城。不要紧张，慢慢来，你可以的。你说12节而已。来啦，快点。13节，来。对，大声，不用怕。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好，到这边，这2句话很重要哦。我们一起来看哈。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这段让理解吧。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个罪人的生命怎么样？重新得着圣洁，洁净了。所以你犯过什么错误，犯了什么罪，如果你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12节说，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让我们成圣洁，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了。注意看哦，耶稣有没有在城门外受苦？用定戏嘛，对不对？然后呢，这样13节，我们也当怎么样？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什么叫救了他去？就跟他啦，跟他去做怎么样？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啦。来，圣经看到这，看我这哈，耶稣讲啥？伊家己为着咱，对吧？用伊的血来洗净咱的罪。那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该做什么事情？
我们不要觉得怎么样丢脸啊。即便我们被侮辱，怎么样？注意看哦，13节说什么？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意思是讲，人也无尊重你吼，你就安怎？哈，你就学习像耶稣安尼啦，你了解无？因为耶稣比咱受的罪所拄到的生命死，侮辱是更较大的啦。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其实在影射很多，教导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的态度要怎么样学习。好，我们再翻回来，好。67节，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是吐口水，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我有当时想想的哈，咱那里教会哦，在教会里面办什么活动哦，有些时候人家顶多是什么冷眼相看，看一下，哼，这样咧，人的走啊，人走啊，干我要紧，干我要紧，不要紧啊，不要紧啊，不要太放在心上啊。我们就想一想，就说我们怎么样让它更好，然后更吸引人，这样不就好了吗？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66节，他说什么？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看这侮辱人的侮辱人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讥讽讥讽耶稣呢？这有当时咱有当时做工课有当时嘛安尼啦，有当时我有当牧师爱讲一个，因为牧师伫教会内面，阮拢会参加中会，牧师内底我对开始做牧师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做心理建设。你们知道牧者在时常都要做心理建设。你知道吗？如果一个牧者他在教会的心理建设不好，不够有智慧大概快2年到4年就离开教会，9、8年，再更久，他可以从年轻做到年老。可是我告诉你那个做很久的牧者他所经历过的也都同样跟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一样。耶稣他所受的凌辱，那个凌辱是比起我们怎么样所受的苦还要痛的。所以其实牧师真的要鼓励我们的教会一定要对焦在哪里？不是对焦在我们自己身上，而是对焦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在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好，那接下来牧师很快速的从69节。69节，我们谈到彼得不认耶稣了，对不对？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牧师用最快的方式那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这个使女可能就是大祭司他的女仆啦，然后就前来说，你不就是那个跟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吗？他认得出来。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有当时哪像为啥呢？哪像为讲我牧师是真的有经历过，我有经历过类似像这种耶稣的心情。我带的教会的信徒，但是牧师因为某一件说错了一句话，或做错了某一件事情，然后这一个人每次看到我就是怎样，他跟彼得有点像。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牧师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看重，而是说那一种心情你会觉得说人都会有他的软弱，但是当我们看到彼得他在面对别人在问他说：“你是不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牧师时常会告诉各位，你们出去是代表谁？你们要记得把自己想象一下，你们这里就是刻着2个字大桥教会，4个字大桥教会。你们出去就是代表着你是哪里？大桥国中，永仁国中，大桥国中。我知道，我懂。那是永仁啊。
啊，你也是永人哦。Sorry。哦，念慈是大桥。OK，Sorry。好，所以呢，认不认耶稣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联的。当我们看彼得3次不认主，我们要重新再来看。第2次到了门口，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他说：“哎，这个人不就是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吗？”彼得就不承认，并且就抓哦。好，72节，彼得就起誓了说：“哦，我就抓，我不认识这个人。”又没多久，旁边又站着一个人来对彼得说：“啊，你真的就是跟他一起的，你的口音都被我们认出来了。”74节，彼得就我跟你讲啦，发作我跟你就抓，你若问我黑白跟我讲哦，发作，发作，你跟安尼黑白讲哦，我将来斩哦，那个发作，我跟你真正就抓，我真正唔捌这个人啊。这个时候有点像是什么？有些时候就像我们离开有些的羊群，弟兄姐妹也像是这样。好了 ，OK。重点就是说，我们上帝安排我们的很多环境其实我觉得彼得他今天3次不认主，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的生命一样。我们真的要经历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考验，你才能够像彼得最后来，我们看一下最后，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怎样？痛哭啦！你把这个痛哭给围起来，这表现了彼得的生命状态，了解吧？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认耶稣，没办法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没关系。记得你要认清楚你的生命状态就好了，好不好？好好的去哭一下。好。咱想讲哦，彼得现在太救我大抓花是讲花作呢。咱假死哦。咱大家来。可以来思考看看啦哈。现在他要救我大抓。你惊掠伊，惊掠伊。假死啊！就惊死了，惊用，做同款。他一开始比较胆小，那种信心。不过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也看到上帝要用的人就是这样。我讲咱你看这个看彼得，安尼惊死安尼咱今仔日若讲咱家己人是当下，咱安那帮伊读。是。对啊。所以，咱你看圣经袂使讲这个奇怪，伊较安尼较是安尼。从以色列百姓，不是咧背靠上帝，咱活在当下，咱怎共款？咱。可是我感觉这段圣经在有讲到这哈，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牧师要鼓励咱爱常常去思考，咱就算有错误拢无要紧，我们要学习像彼得一样，一而再再而三3次不认主，他至少他还有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然后他痛哭。所以我觉得我们多一点祷告，在我们遇到很多服事上，我们都很疲累，我们或许都非常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即使有困难，但是我们学习柔软的心，学习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让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那个云杰跟永祥，谢谢永祥，你今天帮我们念圣经，下个礼拜。还是要来哦，牧师下个礼拜我们来请永祥来帮我们念。Stop， 怎么了？不要停止。你有冷静一下。永祥，你听牧师讲。牧师讲话都是从念圣经学来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头脑非常的快速跟敏捷。所以我来一起朋友都一样，年纪一样，年龄一样。好，那我们为几件事情来祷告那我们为这个那个叫做携手爱无限就是他们现在会把这个名单在还没有来我们之前，他们会先把这个礼券就是我们要送的礼券先分配给各个教会。那这个教会他们有询问，就是说你们要办活动的时间点。
那牧师现在有在询问，就是说，那假设我们认领10户，是不是给我们10户的这些礼券，它是要让教会去在办活动当中，来让这一些人进到教会，然后让教会直接把这些礼券来送给他们，所以教会是不用再另外付这个费用，但是教会必须要负起什么传福音的责任，也就是说办活动来邀请他们。所以牧师就想到，就是我们12月25号的圣诞节晚会，好，所以牧师期待我们这次的晚会，我们的目标跟目的转移到传福音的身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哈，让我们学习对焦在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工作上面，哈。好，有没有什么需要带导的？没有。没有哦，你看公家紧，你无马些话想一个。好，那重来。好，来，你帮他想。哦，好了，为你们的功课，好，为你们的交友关系，好了，牧师直接讲，简单讲一点，交友关系很重要，好，我交友关系啊，没有错啊，来，刚有上面其他的带导的事项，来，播完呀，有无？没有哈，陈恩有没有？子安有没有？带导事项。哦，对，他确诊之后，牧师发现他的声音有影响到，哦，他现在声音还是昂响。没有，那对子安来说，子安他唱歌很爱唱歌的。那你上礼拜上得上去吗？可以啊。可是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哈。好了 ，OK， 感情，年轻人感情生活慢慢来就好。年轻人感情。对，但是交友关系要有智慧，这个是牧师可以为你们祝福祷告的地方哦。好，来阿虎燕这呢有无？无哈。好，安尼咱这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感谢你能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也让我们透过神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明白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生命的代价，是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他的宝血来得以洁净，成为圣洁的儿女。也恳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放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许多的坚持跟不愿意的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有机会接触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恳求神也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能够更多的明白神你话语的奥秘。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有许多的奥秘，需要恳求神来赐给我们智慧。我们特别要为永祥、念慈、云杰、嘉伟、钟璇、钟南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年轻朋友，我们恳求神赐给他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更多从你而来的智慧，学习节制的心，让他们不管是心里面所想的、口所说的、手脚行为所做的，都能够荣耀神，得神的喜悦。求神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放更多的心思意念在警醒的祷告上，透过祷告，透过领受神的呼召，在神你福音的国度禾场上做个尽忠收割庄稼的工人。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愿主你亲自来装备我们的心，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将我们接下来要回去的脚步献上恳求，求主你将平安以及晚上美好的睡眠交托给主。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